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今日呢同大家来做个介绍，就讲联音字、联音诗啊，也可以讲对我哋客家嘅语言地度里非常嘅重要。联音诗其实际上啊，只有11则诗诶，有啊、o 嘅3个韵母，当个嘅那个声母呢？还有为了也没那个别安尼嘢哦，所以讲啊，来讲是瓦拉亚马那嘎巴，我的时间呢，为了也没那个别安尼啊，俺家的诗呢，用来读，嗰啲呢，这个诗目单个可以走出来哈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按多嘅诗啊。就说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個，就為了佢們那個8來講啊，是呢，嘿啊，唔係啊，用嘅一度個有瓦拉嘅馬那個8，我呢，為了要麼那個8一個音，至於個 A 音嘛，一個就實體字，乜個呢實體字呢？咁啊，做考那個都低嘅，嚇，望文生義，嚇，一個就很多，實體字有一個兩個嘅個，嚇，嗰個一對兩個對對，啊，按個矮嘅嘅，也一個天上嘅，天上嘅呢就跌，啊，那個寬寬呢，啊，慢慢呢，啊，一個好好嘅，但是一個北部鄉親呢，以一個跌啊。一個可以講啊，也用 T 四上啊 ，T 四上，南部是用 T 二上哦。嗰一個熱嘅特色呢，攤好嘅時節啊，也係 T 二上哦。啊，嗰個好味，用一下，好味就好了，句話係咪哈？一個熱嘅特色呢，相當有味道嘅咩呢？俾個 T 二上。好，即係同大家嚟介紹一個 T 三上嘅，一個就是講啊樂嘅特色，啊一個也全部是家用詩，亦共有8音，安尼嚇。就看呢，糖嘅、濕嘅、咬嘅、角嘅、M 嘅，啊，也就用樂字。T 四上嘅呢，亦共有2特色，一個開始得到的得，對。connect，哈，是的，哈，是的，也就得到嘅得呢，就為了嘢咩呢嘅8音，再嗰一個仔字啊，亦共有乜相同有8音，為了嘢咩呢嘅8安尼，啊，但是讀到一個安尼嘅單音字。支持詩也3音嘅啊，佢個就很多讀本音，都讀啊，詩啊，詞啊，一個呢嚇，按個頭都是講嘅T 四上嘅一個仔字啊，就是講啊，面龍嘅古葉山啊，一個竹家門，一個有為嗱，我哋當南美縣嘅特色呢仔字啊。一個實體字，所以 A 音咩呢？是實體字，一定要用實體字，望文生義安尼。同 O 呢叫做虛字，用義共談嘅。以上呢簡單同大家這個報告，感謝各位聽眾朋友，謝謝。神夢按知識，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